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冲击全球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，已经有20外个国家宣布停课，甚至暂时把学校关起来。全世界受影响的学生将近3亿人。咱台湾的学生囡仔是有史以来头一届下一个上长的寒假。开学了后，嘛正惊病毒会造成停课的危机。所以，嘛促使着老师不得不要来改变着教学的方式。有真侪学校提前来启动线顶教学的模式，像台湾大学新学期都有将近3000名的课程提供远距离的视讯课程。中部的亚洲大学嘛有900门的课程改用线顶教学。自较早到今，做老师的拢是甲学生面对面来教课。但是即摆爱面对着念影镜头，学做一个盲红。今仔日节目一开始，咱就来看病毒的威胁，伫咧大学的校园发生啥物款的变化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部分的时间是线上教学的同步的方式来实施。线上教学呢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尝试，是一个挑战。我要谢谢昨天跟我线上练习的那一位同学在哪里？谢谢，我会更有信心。你们要在线上看，我会 Q 你们哦，只要有我就会 Q 你们。老师徛伫讲台顶，用导影简报上课。2020年3月初5，大一国文这节课，同学就爱好好至少，因为老师同学面对面，全班做伙伫课堂，只有一届。新学期开始，亚洲大学全校12000多位学生，就全新的上课风貌。嗨，各位同学回来了吗？快点，我回来上课喽。好，那因为这学期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呢，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预录的一个方式哦。嗨，同学你还在吗？你还在吗 ？OK。这伫外头是面对镜头拍招呼的手，是不是真像即马流行的网红伫报纸咧？但是你一定想袂到，这是大学文学甲生活第一节课。讨论你到底要去走哪一条路线。好，如果你还在的话，你要记得10分钟哦。10分钟的时间，你要赶快上 Moodle 去帮我们填写哦。OK，See you。甲传统的授课是模式无同，互有教有经验13档的辣椒盐老师，嘛得爱求助家己的助教帮忙录影、剪辑，传到平台，互学生自主学习。只是应该安全上课，学生才袂困去。辣椒盐放下大学副教授的尊严，嘛开始向盲红学习。对同学来讲 ，Hello， 同学。回来了吗？你看完影片了吗？如果看完了，记得要回来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课程要跟大家讲解哦。你要记得拍美食的时候有一个 pebble 哦，好看一下，看我一下，孩子。首先你要拍美食的时候，你看，你不能这样拍。各位，你们都很喜欢拿手机拍，这样子俯拍。食物是很丑的，好不好？记得要用这个角度拍，这样子拍出来的一个食物呢，就会比较漂亮哈。看一些网红啊，比如说国际美人之类的啦，这群人之类的，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操作某一些影片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趋势哈，即便可能老师们并不是那么的接受所谓的预录这一件事情，或者是说在做教学影片这件事情，可是的确线上来讲，或者是说影片来讲，它真的是一个趋势。辣椒盐6当前开始实施翻转教育，对线上课程真有经验。不过为了增进问答互动、线上讨论，伊无停的思考，安怎变出新混教？我觉得要花心思的是什么？是你要如何出奇招，然后让学生可以看着你的影片，要么不睡着，要么开心的笑，要么就是能够真的是吸收到你想要传递给他的东西，而不是说看着影片然后就吼吼吼。我常常都跟学生说，你是不是看着我的影片然后你就睡着了，然后老师跟白痴一样在那边念半天。2019新型冠状病毒冲击之下，全球14个国家学校关起来，9个国家区域性停课，将近3亿学生无法度回去学校。伫台湾中港澳学生，佮加上郊外学生无法度来台，总共有11000多学生受影响。
各大专院校拢启动教学应变措施，其中台中亚洲大学一个手将900外门课改为线上上课。这里有一个那个教学媒体库，有没有？不是，我要线上教学的呢。对啊。咱日新闻报道甲公关，兼任港府20档的东福村，顺应这波趋势，拍片剪辑备课方式，内容重新思考。伊甲1点钟课程分做3段，每一段拢是精华片。你的影片不能超过18分钟，你要把1个小时切成3个，那你要怎么规划？这第一个，你要出什么题目给学生，他才会有兴趣去看。现在你要在网站里面用像一个网红直播主去做这种东西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。我们又不像蔡阿嘎那种会搞笑的，你知道吗？直播就这一块啊，对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师或是传统的老师，有一点紧张，有一点惊慌。但是我想，就像疫情一样，有一天总是会过去吧。这样看了可以清楚看到我的人吗？可以。我们就先试一段课来看看好不好？那我有先练习，那我练习呢，我就是先组一个家庭的群组，所以其实有点紧张，也有点兴奋啊。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面对镜头没有看到学生的时候，好像觉得会跟空气讲话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自言自语。那兴奋呢是觉得。应该有机会成为网红吧。疫情会过去，但是教学模式恐惊袂转去啊！真侪老师感觉到会教册，无等于会晓线上教学。若是无改变、无进化，就等咧被淘汰。这个学习的话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呢这个学习的课程会有大部分的时间是使用。那个线上教学的同步的方式来实施。今天的话也是第一次我们使用线上的教学来上课哦，所以刚同学的话登录进来的话，在这个底下回复的话，先输入自己的学号，也就是来签到。57岁多媒体应用学系副教授张春明，专长是资讯多媒体，但是教册生涯，师生教学却是头一回，开启美软当时师生教平台。上课就亲像是师生的会议，老师点名了后，加一课程学生串伫正边时通，甲传统教学比较。缺点是学生无拍开摄影机，老师看袂到学生的反应。但是优点是学生这时阵可能伫厝内、伫图书馆，嘛有可能伫宿舍上线，就连伫校园内坐伫涂骹，拢会当做伙上课。这个绝对是要去练习的，因为以前就是你没有习惯这个的话，第一个你要面对镜头哦，可能有时候会紧张。那另外一个话就是说那个节奏感啊，因为好像就有人常常盯着你一样，所以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压力。那学生的话也可以事实上也可以透过他们如果有那个摄影机的话，比如说用手机啊，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他那边的这个情形。免入去教室，校园内减少1/3的学生，但是有案有部分实作课程无法度跨越地域限制，或者是器材需求，像设计学院学生必须要教班甲老师实体操作，但是为着防止群聚降低疫情传播可能性，把学生分做2梯次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是会以同学就是目前讨论为主，然后他们可以透过手机上面直接连线。跟其他同学做操作。一般学生伫教室里面对老师，另外一般学生是透过视讯同时上线。等于说可以，其实也不一定要跟老师见面，我可以说在自己房间、自己的家里，或是说在外面的咖啡厅，就可以坐下来用电脑直接上课。好，今天我们现在看这个目前我们对于新冠肺炎做到准备摄影机，教授当咧讲解。真难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，伫学界教册20多档的台大公卫院副院长陈秀熙，2档前开始实施远距教学，回想初次登场，同款是真无熟手。从我们这传统的老师，我们拍这种线上课程，有些时候平常演讲拍完之后，我们都很不愿意回去看我们自己录的片子，特别是大学教授，特别有一点羞涩。然后这个有些觉得不太好意思。这么多年的这样的适应之后，我现在其实反而蛮适合，蛮喜欢做线上课程。我们会在固定的时间，然后跟老师做视讯，然后针对说我们课程上面不懂的地方，然后在远端的部分来跟老师提出问题。
复杂的医学课程，学生也是无啥了解，要解决大家疑难杂症，学生留言提出问题，老师是当时回答。大概有将近3000门课，需要提供实时教学，互受疫情影响的同学伫各地会当做伙学习。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线上的模式，因为其实时间会比较自由。那我其实线上的部分，我就可以选择我比较自由的时间，或者比较空闲时间，再去看课程跟练习我的视频这样。线上教学无受地形限制，学生就爱更较自主，嘛变甲更较自由。这个新风潮吹向各大校园，持续壮大，包括细心、淡江、放假，拢扩大实施。我们曾经做过这个科学实验哦，我们就是分成2组，一组到学校来，一组不到学校来。其实它的效果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差异的，反而有些时候是线上课程的学生，他的努力程度比学校的学生的努力程度还来得高。这种线上教学或者是远距教学这个部分，一定是未来会走的一个方向哦。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哦、新加坡，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大学，他们都已经利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教育哦。那学生不一定是要走到教室里面大家坐在一起，而是说我们可以利用线上的方式，把知识传递到任何世界的一个角落。2020年，大学校园瞬息万变，教学模式等发生剧烈的变化。事实上，这波疫情嘛，当时教师检视自我价值上好的时机。一台电脑、一台摄影机，任何场合拢会当正做课堂教授。校园开启一波改革创新，缩短学习距离，互教育评价无界限。这嘛是病毒甲会晓咱的一节课。